按下照片，可以按储存，也可以按删除，看就删除了。按住那个照片的位置，会出现那个字储存，按储存，储存在 Messenger Lite。如果在手机查，那就是在图片档案管理员那边进去找图片，然后要看的话按大力一点，它就会显示成这么大张。这个是农历10月，看到下面猪年10月第45周，然后看13号、15号、16号、17号，想要新婚夫妻想要生孩子的，可以考虑13、15、16、17，其他的尽量不要。有的是神明圣诞，有的是你看立冬的前后3天，还有当天都1个礼拜，都最好不要。那初1、15的最好也不要。你看初1啊、15啊最好不要。但10月份特别严重，初1跟初10。初10是5号的晚上11点到3号的晚上11点。